大家好，我係學霸王經濟常。咁今日呢條片主要係俾一啲可能強制試都未上，或者可能對電單車有興趣，俾大家知道一啲關於電單車嘅基本結構啦，同埋啲基本操作嘅認識嘅。事不宜遲，我哋開片。我哋去到一電單車手把上面見到嘅嘢，如果以左邊嚟計算啦，棍波左手邊呢個就係極力子，然之後啦呢度都係會係高燈、低燈燈掣，而下邊呢個啦就係指揮燈。左燈、右燈撳耐就識嘅，呢個就係 boot。嚟到車身右手邊啦，呢個會係頭腳咧棍波車，跟住啦油門同樣地自動波棍波都一樣嘅。咁有一個 engine start stop 掣啦，咁呢度啦部分車會有一個大燈燈掣嘅，推到最右係熄燈，中間係細燈，最左有車頭大燈。但係電單車法例24小時都着住車頭大燈，而着車掣就係呢個。而波棍又會喺左腳嘅位置嘅。向上為之上波，向下為之落波。至於棍波車尾臂咧，就會喺右邊右腳位置踩落去就係呢個剎車。而去到自動波，我哋左手邊部分就會由極力子變咗做尾臂力，然之後啦，同樣地都會有高燈、低燈掣、指揮燈，同樣地左右中間係熄嘅。BB 通常都會喺左下方嘅位置。翻嚟右手邊嘅部分。右手頭腳力同棍波係會完全一樣嘅，油門亦都會一樣嘅，着車掣仍然都會喺呢個右手手指公呢個位置。咁到底棍波車係點樣撻着架車咧？有啲可能考過私家車或者考過 van 仔嘅同學仔啦，可能慣咗就擰完時之後就會喺度死扭爛扭啊，點解着唔到車咧？咁會見到啦，右手邊所講有個着車掣，你會發覺一撳咗會冇反應嘅，有幾個情況可能會導致着唔到車，可能呢度。個 engine start stop 就係撳咗熄咗 ，OK， 或者可能本身架車有即架 sensor， 咁同埋最緊要啦，佢要 sense 到你空波嘅，咁除咗架車進入空波狀況，另外揸低極力子佢都會進入空波狀況，先可以撻得着架車。好啦，而自動波車度一啲着車咧，包括公仔上我啱啱考完棍波牌，第一次揸自動波都係會拗頭嘅，咁其實同樣地擰完時，只需要揸低極力再撳撻車掣就可以撻得着架車啦。咁先講一講棍波車點樣去操作喐一架車先啦。咁最基本都好似頭先所講啦，擰時揸極力子撻着咗架車啦。咁然之後啦，到底第一個問題係極力子先定油門先咧？棍波 van 仔可能以前有考過嘅，可以做晒吊極力子嘅動作先嚟做比優動作。咁但係啦，由於坊間現行環境嘅電單車大部分都係電油，如果我一開波就揾咗極力子先，揾咗摩擦點先，佢會好容易就已經唔受動力，甚至乎會死火噶啦。OK，咁所以啊，首先第一樣一定係俾咗少少油。咁至於揾到摩擦點架車先會行嘅，咁但係最緊要啊就係啦，架車摩擦點都可能會有高低少少分別。咁到咗摩擦點最明顯嘅就係會飆到佢細聲咗喐一喐，隨即俾翻有鬆嘅就係架車自然會行到啦。而常見棍波同學仔試波嘅情況咧，通常都有3類嘅，一就係到咗摩擦點，一喐架車就火，彈嘅力子死火。其次啊，可能有時啊，到咗摩擦點死都唔鬆腳掣啦，一腳都會死火。仲有啦，可能就係死咗油，到咗摩擦點，跟住又俾翻油啦，跟住就係都係會死火嘅。而自動波點樣去揸得喐架車咧？同樣地都係擰住揸力，呢個就等同棍波私家車個尾掣，正常都係俾咗油先會分開到嘅。自動波一般嚟講係唔會死火嘅，如果架車死得火嘅，咁你可以揾師傅去整啦。棍波車啊，一般好多時同學仔都會好擔心流口嘅問題嘅。到底點解會出現流口嘅問題咧？其實就係啦，就算俾幾多油都好，你未到個摩擦點嘅就係架車一定會流口嘅。最緊要係到到摩擦點先鬆你個尾掣，就冇事啦。而自動波點樣防止流口咧？最緊要一樣嘢，俾咗油，鬆尾掣就一定會流口啦。而唔俾油就鬆尾掣就可以希望呢條片幫大家對於一架電單車嘅基本結構、基本操作，甚至可能一啲棘嘢同埋社會規定嗰啲，會有一啲好大嘅幫助啦。咁如果有興趣嘅同學仔，可以 WhatsApp 俾度，然之後記得我哋嘅啦，拜拜。